踏入大齋期嘅第18日，嚟到第18日，係咪已經習慣咗有特定嘅地點、時間，有你嘅方法，把握嗰10零20分鐘去到聆聽聖經呢？俾少少時間你預備一下我哋自己，將我哋心頭裏面一切嘅包袱都喺主嘅面前卸下。我哋一同去祈求天父，讓我哋呢一個時間分別為聖俾主。求神而家呢一刻就潔淨我哋所有嘅罪，打開我哋嘅耳仔，打開我哋嘅心，一個能夠栽種神嘅說話嘅好土放喺我哋嘅心靈當中。我哋求天父幫助我哋裏面吸收嘅能力啊！求天父幫助我哋學咗嘅嘢喺我哋生活嘅上邊去應用啊，去運用我哋嘅信心啊，運用我哋裏邊嘅禱告嘅權能啊，運用我哋跟隨住耶穌腳蹤嘅愛啊，去愛我哋身邊嘅每一個人。首先預備一下我哋自己，為我哋自己去禱告啊！請聽我讀出今日靈修嘅經文，記載喺約翰福音7章37至到53節。節期的最後一天，就是最隆重的一天。耶穌站着喊着說：人若渴了，到我這裏來喝，信我的人，就如經上所說，從他腹中將流出活水的江河來。耶穌這話是指信他的人要受聖靈說的。那時還沒有賜下聖靈，因為耶穌還沒有得到榮耀。眾人聽見這些話，有的說這真是那先知，另有的說這是基督，但也有的說，難道基督是出自加利利嗎？經上不是說基督是大衛的後裔，出自大衛的本鄉伯利恆嗎？於是眾人因耶穌而分裂了，其中有人要捉拿他，只是沒有人下手。警衛們回到祭司長和法利賽人那裏，他們對警衛說：你們為什麼沒有帶他來呢？警衛回答：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說話的。於是法利賽人說：你們也受了迷惑嗎？難道官長或法利賽人中有信他的嗎？但這些不明白律法的眾人是被咒詛的。其中有尼哥德慕，就是從前去見過耶穌的，對他們說：不先聽本人的口供，查明他所做的事，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定他的罪嗎？他們回答他說：你也是出自加利利嗎？你去查考就知道，加利利是不出先知的。於是各人都回家去了。讓我哋細心慢慢睇清楚呢一段嘅經文。
經文呢係緊貼上文，上文係講到耶穌喺住棚節嘅期間，即使知道猶太人想要殺佢，佢仍然上到聖殿嘅當中教導人，公開講道。當其時嘅耶路撒冷嘅人彼此議論紛紛，有啲人就講呢個人唔係嗰啲官長想要殺嘅咩？點解佢公開講道，佢哋都唔講啲乜嘢？唔通官長都認定呢個就係基督咩？就係喺人群裏面嘅議論，法利賽人、祭司長就打發聖殿嘅警衛去捉拿耶穌啦。今日嘅經文就係咁樣接住呢個部分，係講到就係住棚節嘅最後嗰一日，就係猶太人稱嘅大和散那日，可以咁講係住棚節嘅高潮，係一個歡天喜地慶祝豐收、讚美神、歸榮耀俾神，並且咧係祈求喺未來嘅一年咧係神要降雨喺地上邊，叫佢哋再一次豐收。耶穌就係喺呢一個咁隆重嘅日子，企出嚟大聲嘅喊着話：人若渴了，到我這裏來喝，信我嘅人呢，就如經上所說，從佢嘅腹中將要流出活水嘅江河來。作者作咗一個解釋，耶穌嘅說話係指住信佢嘅人要受聖靈，而當其時仲未賜下聖靈，因為耶穌仲未得榮耀。未得榮耀嘅意思咧，就係未上十字架，未完成父神俾佢嘅任務。眾人聽見耶穌嘅說話，又再議論啦。有啲人就話佢真係嗰個先知咧，有啲人就話咧佢係基督咧。另外又有啲人話唔通基督係出自加利利嘅？經上唔係講咗基督係大衛嘅後裔，佢應該出生喺伯利恆先啱㗎噃。經文描述眾人因耶穌而分裂，係對立嘅，係敵視嘅。分裂嘅意思，大家嘅站位完全對住嘅，唔同嘅。一個咧係追捧相信嘅，一個覺得咧係完全係錯晒嘅，冇啲咁嘅事。呢個一定唔係基督啊！呢個特別去描述到警衛本來要捉拿耶穌噶嘛，但係佢哋竟然空手而回，翻到去祭司長同埋法利賽人嗰度。咁祭司長同法利賽人就覺得好奇怪，你唔係要將佢帶嚟俾我嘅咩？點解冇帶嚟啊？警衛就回答佢哋：我從來冇聽過人咁樣講嘢噶。法利賽人就話：連你哋都受迷惑啊！你睇下，唔通啲官長同埋法利賽人呢啲咁熟聖經嘅人會信佢咩？你哋呢啲啊唔明白律法嘅人啊，就係被咒詛噶啦。而當其時就係有一個官長，就係法利賽人，佢企出嚟講嘢噃。呢個就係尼哥德慕啦。作者仲驚我哋唔記得呢，就係之前見過耶穌嗰個咧咁樣。尼哥德慕講：不如聽聽我嘅口供。查明咗呢件事情之後，唔通我哋仲可以透過律法定佢罪咩？即係話連查都查唔到佢有罪咁解？
尼哥德慕係認為耶穌根本冇罪，點解要傷害佢？而呢一啲嘅法利賽人同埋祭司長就指責尼哥德慕：你都係出生喺加利利咩？你翻去查考下就知啦，加利利係唔出先知嘅，係咪真嘅咧？聽聞約拿先知都係呢個區域嘅噃。於是各人就回家啦。乜嘢令到呢啲嘅官長、呢啲嘅法利賽人、呢啲嘅宗教領袖、呢啲咁熟讀聖經嘅人咁肯定耶穌唔係基督？因為佢認定佢哋自己先至係有權利去解釋聖經，佢哋先至有權利去到解釋所有嘅律法。呢個人衝出嚟，仲要糾正我哋嘅解法，你諗下幾冒犯？乜嘢令到佢哋認唔到耶穌係基督？到底係既得利益嘅原因啦，定係佢嘅權力、佢嘅知識、佢被人敬仰嘅嗰個位份都被挑戰緊呢？耶穌話：人若渴了，要到我這裏來喝，信嘅人就要喺佢嘅腹中流出活水嘅江河。信嘅人就要領受聖靈，就要與神和好。信就會認識神。今日呢段嘅經文對你講咗啲乜嘢呢？讓我哋慢慢嘅安靜嚟到神嘅面前，一同嘅禱告。天父，你本來就係賜豐收嘅神，你本來就係降雨嘅上帝，你更加係嗰一位藉住耶穌賜下活水江河嘅聖靈嘅嗰位主。天父，我哋見到，如果喺我哋嘅裏面有驕傲嘅時候，我哋所靠住嘅係自己，所執着嘅榮耀，亦都係歸自己。天父，求你潔淨我哋嘅心，求你讓我哋嘅心靈喺你嘅面前謙卑，張開我哋嘅心靈去聆聽神你嘅教導，去學習你嘅說話。主耶穌，多謝你嘅愛，多謝你喺人群嘅當中，喺困惑者嘅當中，喺敵對者嘅當中，主你有教無類，多謝你啊！多謝你嘅啟示進入尼哥德慕嘅心，就係猶太人嘅官長喺你恩典裏面仍然能夠重生，仍然能夠藉住你嘅恩典可以接受你，可以相信你。係啊，佢就係一個例子。知識係叫人死啊！主，我哋就要謙卑喺你嘅面前，向你承認我哋需要學習，我哋需要嚟到你面前被你嘅光照，
被你帶領，被你重新去修正我哋嘅人生。冇錯，我哋要喺你面前更新轉化，成為新嘅人，每一日都要新嘅。主，多謝你嘅愛，垂聽我哋每一個人喺你面前有聲無聲嘅祈禱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